花木兰，女扮暖帐赴边关，忙里君要与木兰须眉伴。木兰带舞去从军，李军为伍远返。木兰回国刻苦哀，李军皆赴兵外外。木兰进大专，李军心把飞渡，为生命面独看。一样是家有志，国与难，当生婆娘讨你担。为什么木兰是女子命途，李军与家不能返？为什么当年木兰受查询，今日李军怎罪犯？万岁生命因公断，因山可借故必经，只翻山。谢谢朋友完播聆听。